好，我而来盘理大人叔叔，也是佢真是福利人人不爱嘅蛋呢。好，我在日本嘅全部屏风也是慈惠价钱嘅屏风呢。慈惠价钱嘅屏风，你是绕两沙也是单人嘅屏风呢。两沙嘅屏风，慈惠两三人屏风会，人日我价日千口，做得么？做得。好，基金费是350个元，请问你老平人是乜嘅关系？我是家朋友。麻烦你写日本通知书、老慈惠通知书，这篇写平人嘅名额，这位写你嘅名额，电话、老手机号码。这种是慈惠通知书，就是四绕慈惠价钱，人日日千口嘅屏风。请到这位写你嘅名额，和个老平人嘅关系。写好咧，麻烦你看一下。够麻烦你看一下日本通知书嘅第5点，系讲如你们中线上嘅屏风号码，做得本记啲么？做得。该请你哋这位叫通知。这份日本通知书嘅第2年封单呢，我本你留人。第1年拍单呢，请连同慈惠通知书。老大人通地单拿到急诊室，高本福利人人盘理大人报道，安樣大人叔叔就好些咧。好，是夢兒。唔會，唔是客氣。